南北正式来合作，才要做正，才要做副，即摆确定要比民调，要安怎比例？就是甲11月初7到11月17这段时间，社会各界所做的相关的民调提出来比。媒体人黄伟汉小可算一下，讲目前的比数，侯友宜是以4-0来领先。郭文天嘛讲甲真坦白，讲伊无想到国民党会回速比民调。不过郭文天嘛讲，伊有留伏笔，也就是未来的联合政府，伊想要摕下法务部、金管会、NCC 等等管人，也就是监督的单位。所以拜托大家不要放弃，最后2天我们拼一个逆转胜。郭文天拜托支持者一定爱支持，若要总算有合作。也毋过昨暝专访时，伊讲比赛规则改想的无共款。今天算是突袭的，就是10天啊做一做。还有后面2天加起来，如果在统计上没有差。以11月初7到11月17，由马英九、侯友宜、郭文天派出民意调查专家认定的合格结果，并且以侯瓜配也是瓜侯配对偌清值为标准。若是伫5彩范围内，瓜侯配加1分，若要会使分别提出1分来补参考的民意调查。依照规定，这个期间符合标准的4份民调统计出来结果，拢是侯友宜赢。郭文天讲又唱一个王牌，这种管人的监督，譬如法务部啊、NCC 啊、监管会啊、财政部啊、主计处啊、人事啊，这些都你要。那我就说，我希望这是管这些。现在就谈到以后谁做什么，我自己认为有一点点言之过早。若要确定合作，郭台铭敢会替选？郭文天昨暝亲身去甲说风。关心说，你有搞清楚游戏规则吗？外界质疑郭文天较吃亏，主将伊本身嘛准备好啊，最后2天全力要邮票，不管是瓜侯配还是侯瓜配，拜六就会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